整啊？都有手有脚的，干啥挣钱不一样挣啊？难不成你不挣这换沙养蚕的钱，你就立马洗出账户了？还是你婆婆立马赶你出门了？哎，你担心那么多弄个啥呀？再不济呀，咱还有县里和乡上抢的英雄寡妇的粮食吃呢。你看。 护卫炮王，护卫炮王，勇往直前，勇往直前。鬼吼鬼叫个啥？山刚好一点就瞎叫唤。列祖列宗，梅葛二仙在上，今不孝儿孙，开祠祭祖，相告叛宗之罪，愧感难当。克贤多年致力于家业，辛勤克慎，无奈如今时势造难，今日多亏欠列祖列宗之罪，克贤无以自处。 来日天下太平之日，我等定要重操染业，以振家业。万列祖列宗原谅庇佑我等不孝儿孙。老爷爷，秀梅，我找了个戏班，在镇上唱2天戏，你跟我一起去看戏吧。再好听的戏，也有散的时候。与其散的时候扫兴，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去凑这个假热闹。表哥。 我知道你对我好，想着法逗我乐。你是干大事的人，何必在我这儿费心呢？我只不过是暂住在你们家，早晚是要离开的。就像这家业是要散的。 秀梅，我到底说错啥了？我只是让你跟我一块去看戏，你咋能说出这么多道道来？我没那些意思。表哥，你不要安慰我。这都是我的命，是不会改变的。
高总，我高总，我高总，僕を待って。各位太平镇的父老乡亲，那么今天呢，是我们孙家粮铺开业的大好日子，我们决定高价回收粮食。哎，我说克贤老爷，平时二大收粮最高价是50个子儿一头啊，你这一下翻了1倍，你这搞的啥蹊跷啊？我能有啥蹊跷？就是把你的粮送到我这儿来，我就真金白银的把大洋送给你呗。那多乡亲都看着呢啊！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你还怕我诓骗你不成？这再者说，这粮食运到市面上最多卖50个子儿一头啊，那你这亏了血本的买卖，你做它弄啥呀？我愿意亏本，让乡亲们多挣了钱去过好日子，这有啥不成的啊？不过呢，我也有个要求，就是每人限卖100斗。给你的100块现大洋呢，先记在我的账上，分10次领走。你每带来一个新户送粮来呢，你领走10块大洋。先等等，咱们平时可都是卖给二大的，今年咱也说好了的，这跟人家招呼都不打就卖给别家，二大那儿会中？哎，石老舅啊，这有啥不中的？自古以来价高者得，这天经地义的事情嘛。而且克贤老爷和二大他都是老孙家的人，我们又没卖给别人家，这怕啥呀？你这么说，我要回去把粮拉回来。那就赶紧去呗，等回头克贤老爷收购了粮，改了主意，咱就亏了，还得把左邻右舍多叫上，凑够10户，好拿这100块现大洋。对，赶快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卸粮食！哎，快点，父老乡亲们！抓紧啊！你这拿笔杆子的耍镰刀，一晌午割了这么多，就算不赖了。爹，你也觉得我使镰刀不就手啊？要不回头我等秋收过了。二大，哎呀，没啥事儿，又慌慌张张的。这5仁月饼都做了上千打了，还不够卖的？不是月饼的事儿啊，是这孙克贤，他啥时候做起粮食生意来了？听来啊，真是吓死了人喽！他是1块现大洋就收1斗粮，半晌的功夫，粮车人龙都排成了队了。要照这样，那不都给引进来了吗？这小子长本事了啊！我这个侄儿啊，不会做亏本的生意。他既然闹出这么大动静来，肯定是有大财路啊！爹，您就不怕他抢了您的农户？您不担忧他挤了您的粮食生意啊？嗨，这世道啊，怕是没有用的。况且这晚辈人比前辈人有本事、有能耐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二大，您可是不知道啊，这孙克贤呐，他是蔫儿坏，他搞了一个10家联保，才肯给粮款。
哎呦，这么一来呀，咱们乡亲们以为天上掉馅饼了呢，纷纷呐把这口粮都给卖了。哎呀，咱们这明年没有了口粮，咱吃啥呀？咱饿着肚子，咱喝西北风啊！哎呀，这个孬孙，我去看看去。哎，走，你跟我来。哎，往这边再转转。再转转，快！不错。哟，二爷，真不错。哟，二大您来了，您可是稀客呀！哎，二大，您中秋节好啊？嗯，中秋好。这回你那戏班子请的不赖，要唱《大闹天宫》啊？可不是吧？银虎那娃带他弟兄们不是打了胜仗吗？一直也没顾得上给他正经庆个功。我这一琢磨，这不是赶上节了吗？干脆把全镇的乡亲们都扣在一块堆儿，一起热闹热闹。嗯，再搭上庆贺你开张大吉，贩卖粮食，筹划了有些日子了吧？嘿，还挺像样。让二大见笑了。我那点小门道，哪上得了台面说呀？还可以，还行还行。哟，二大呀，真是稀客稀客！来来来，尝尝这广式月饼，从省城带来的。虽说没二大做的好吃，不过啊，一咬一口莲蓉蜜，蛋黄香的流油呢。您尝尝看。我尝尝，我尝尝。嗯，好吃。哎呀，还真不错。嗯，以后咱那月饼啊，也得学着做。嗯，阔贤啊，咱老孙家到了你这辈儿上，属你们这支儿最能干。染布换纱，手艺精湛兴旺。虽说眼下呀世道乱，生意不好做，改行做粮食也不是不可以。尤其是你那个收粮食的道道啊，挺新鲜。只是不能把老百姓的口粮收上。嗯，二大说的是，可是这粮食也不是我非得要收的。不信您挨家挨户的问问，凡是给我送粮的，哪个不是哭着喊着求我收呢？我不愿意要，他们还要强塞给我呢。我听说了，即便是他们求着你，也不能收。二大，这价钱公道，你情我愿的，有人能买，怎么就有不能收的道理呢？难不成是嫌我们抢了你的生意？阔贤，咱们老孙这爷们儿说话，啥时候轮得上婆子大茬了？老祖宗的行当丢，怎么还想把老祖宗规矩立法也丢了？不敢不敢。二大教训的是，我家婆娘啊，平日里让我给教惯坏了，这全是我的错。回头啊，我好好教训你。做一行要有做一行的规矩。粮食是老百姓的命根子，做粮食生意啊，要凭良心。你抓住老百姓的命根子，那可不得了啊！你弄高价的收粮食，我问你，到时候小鬼子打进来，你让大家吃啥呀？你怀里揣着再多的大洋，买不到粮食，他就活不了命。是，二大教训的是，克贤这刚上的招牌，不懂得行规，我马上就改，把多收上来的粮食给人家退回去。哎，好了，都好好过节吧，我回了。二大，您走啊！哎，二大，您慢走啊！好。哼，吃进嘴里的肉，还能吐出来吗？本当にいい人です。你一个人小年纪的，咋就跑到咱这儿来了？是逃难的吧？
我当年逃黄水来的时候，比你还小嘞。なんでここに来たわからない。悪い夢だと思っての。できれば早く帰って母と一緒にいたい。もっと一日いればもっと罪悪が深くに。你自个儿走了，可得当心，再遇上打你也打的，可遇不上我爹这样的好人收留你了。もし生きて帰れば必ず恩返しをします。都收拾好了吧？嗯。哎呀，天哪，已经黑了，趁呢天黑的时候啊，他们已经听信，咱们赶快上路吧，船家在渡口等着呢。走吧。爹，你们这是？这是远房的表外甥，弄了点山货给你娘送来吃，连夜得赶回去，我这儿给他送回去。那就是表弟了，我常年在外都没见过，叫什么名字？狗子，他健身人不会说话，赶紧走吧。爹，路上当心。哎，西开罗了，我们去看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又糊弄人！看戏是找咱自己乐子，甭管他。你瞅瞅那人是谁？是年前儿来的那个琴师啊！你瞅着也是他呀？可不，那就不是我自个儿眼花呀。这人来了怎么连招呼都不打？我得去后台守着问问。咋了，葡萄？往那边瞧瞧看。麦秸里的麦粒儿和抹墙上的泥里混在一起了，居然长出麦苗来，真是道奇观。二大，哎，二大，整车呢？大过节的，您不上戏班听戏，这是奔哪儿去啊？我送一个表外甥啊，你赶紧的吧，去晚了，那烧鸡可就没了。是，哎呀，都怪我表娘舅，你说是让我跑那么老远的拿2坛酒让我过节，二大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！您跟您表外甥问早啊！好吧。这。那眼熟呢？好像在哪儿见过。
们坐着。过来啊！哎，干啥？哎，别打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我打死你个狗孙子！别打了！大老爷们儿成天就窝里打算个啥能耐，还不顶狗咬狗呢？有种的上阵打鬼子去啊！你们啊！秋八打逼还真不知傻，亏了媳妇们舍了男人们去救你们，全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孬孙！秋八，你说啥？你让他说一遍！我啥不敢说啊！你们就是一群窝囊废！你成天来找茬，到底为了啥？你敢说不敢说？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啊，臭宝？你打！你信不信我把你家事全抖出来？我抖啥？你有种能全抖啊！我家有啥事对不起你了？你当着父老乡亲面都给说明白了，以后再别来找茬寻办。你，哎，秀梅，行，有你的！呸！走，不理这王八蛋，走。滚！这叫唱的什么戏？台上开锣，台下打得更热闹。找我们来是当陪衬的吗？邓营长今天是吃了火药，不好伺候，你多担待。担待担待，我们戏子也就只有担待的命了。哎，船家，这是我们家大外甥，又聋又哑，这一路上您多关照了啊。多关照啊。这是远房的表外甥，他就是本地的，我常年在外都没见过，叫什么名字？狗子。
戏好看吗？演的大闹天宫和花木兰从军，这小菊仙啊，果然是名不虚传，扮相唱功都是一绝嘞。尹阳歇了。歇了，他喝完药就睡了，叫我给您备了熟熟粥，怕你晚上回来要饿。哦。黑妞，不听话我打你了啊！快点，来，来，来！快点下来！不想干，晚上后山投降了！受不了了！我不见了！哎呀，弄啥？这是在弄啥？这是你家的兔是不是？16镜子家的种兔，一窝兔能换5斗麦的，皮毛贵重着，你们瞎撵啥？快点上厨房找点辣子啥的，快！啊，还要口锅，看看有大号的锅没有？来了！这是明抢的，一群臭八还不如老八。哎，这不是二大家的媳妇儿吗？哎，仔细看看这脸蛋儿，还是个漂亮人啊！一个个小的跟洛城里的二椅子似的，哪里像个兵？你家住过老八？踩了我的柿饼了，没住过，咋啦？那你咋就知道我们不如老八？我爹说了，老八吃的老赖，穿的老赖，可不抢人东西。老八呀，早就让我们打跑了。没管你们谁把谁打跑了，反正不能接我家的锅。我要是接咋整？不搁下锅，我夯死他！可算找到一个陪我们耍闹的人了。我倒要看看这个俏女子想夯死谁呀？这句话说的你哥哥我呀，肝尖儿直痒，心尖儿直颤。连长啊，这个女子有点不大对劲啊。我也觉得是啊，那两只眼睛差点是。差点什么？她是不是个疯子？你看，眼睛不会避人，没有胆怯，不知轻重。要是个疯子就没滋味了。你要扒一个女疯子的裤子，那不是自个儿作践自个儿，那不是造了几辈子的孽啊！少废话，把锅还了。报告营长，什么情况？营长按照都说了，所有路上都空无一人一马，一切太平。查清楚了。报告营长，打通原因是因为一口锅。啊？营长，又是你这个小寡妇，国军的兵你都敢拦啊？瞎敲什么放匪中？你不要命了？哼，也不知道是谁嫌自己的腚比脸大，成天的胡搅斗殴不算，还要学那山贼毛匪来百姓家强抢。防匪钟就是为你们准备的，为啥不让人敲啊？叫百姓们给评评理。银虎啊，你们的人也别忒欺负人了，一会儿闹戏子，一会儿撵兔子，闹得是鸡飞狗跳的，全镇人都跟着慌，你们还让人安生不让了？营长，这臭婆娘忒狠了，她骂你，让你出丑啊！我是带兄弟过来给你出气的。就是啊，是。好你个小女子！好，生配走，今天爷爷我就给你这个面子。来人，把他们全给我缴了！啊！营长，营长，营长，哎呦，营长，罚你！咱到人家里去，你们这跟毛匪有什么区别啊？国军的面都让你们给丢尽了。今天要是当着乡亲的面惩治惩治你，那孙一虎以后还怎么在太平间混？
你尽管收，他们皮耗，我帮你出气。叫他们都转过去。转过去。哎，葡萄，爹，够了。连虎啊，叫你的人找点正经事儿干，成天的不是撵兔子就是打狗，这还了得呀？你们就这样打天下，能打得下来啊？小鬼子能撵走？二爷教训的是应付技巧。算了啊，行了，都回家吃饭去吧，别围着了啊！把石榴金子家的兔子给人家送回去。哎。进来。秀梅，哎，你刚做好秋衣，这咋又做上冬袄了？你不嫌手累啊？哎，听说上海有一个铁疙瘩，叫啥？缝纫机，做衣服特别好使，针线都不用自己认，脚一踩，衣服就做好了。用脚踩踩能踩出衣服来？对啊，这听着新鲜啊，只是我没有福气享受。你天天去他们家闹事打架都不嫌累，我这缝缝补补的有什么累的？这不是我挑的事儿，是我这帮兄弟为了给我出口气才故意找的茬儿。那不都一样吗？都是因为我。表哥，你这么对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呢。我哪用着你来谢呀？你是我的人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你是我家的人。等我把舅妈这些冬袄做好了，我给你做些夹袄吧。听说解放战士又吃紧了，我们部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开拔了。真的吗？你要给我做衣裳？我给你量量身。好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小寡妇跟普通人就是不一样，混不吝的生坯子货一个呀，怪不得少爷跟中了魔怔似的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又说错话了，我张嘴啊。瞧你，嗓子底下的小风箱拉得可紧。我是不是走得太快了？这又尽是上坡坎，风也厉，别把你病吹犯了。不打紧。旁边，好长时间不见，你变样了。呸！亏你还记得我长啥样。来了镇上，连个照面都不打。我是想去看你来着，可是我听说你听说啥？啊，你听说我成了英雄寡妇了是不是？那更不应该呀！往日我有男人的时候，你都能上门见陌，现在没了，你倒不敢了。不是。我只问你一句，你到底想我不？想。不想我咋还会换了戏班子，接着返回镇上来了？真的？
那咋办呀？你说咋办就咋办。你能跟我婆婆说一声去不？说啥呀？瞅你这样，一看就没指望了，大成这样。那我去说。汤明儿，你跟着我老受罪了。我可爱受罪了，我是受罪胚子。你婆家对你不好吧？他们对我是恶，没事儿，我去说。我有病，把传染给你们。太平镇真好，这里有股新鲜的香味，真好玩。还是你最好，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，肠子都要化成水。朱梅，你把我娶了吧，以后你去哪儿我就跟你去哪儿，你满意我给你背琴，就算讨饭，我给你端碗。啥事儿要大晚上到这儿来说？你坐下。白天那会儿，大兵没伤着你吧？哪儿能呢？这世上啥都好吃，就是亏难吃，哪能叫那帮兵油子占了便宜去？你总是这样，啥都不叫人担心。你是不是要走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。你是念过书、心思大的人，在这种地干农活的日子哪能留得住你呀？反正现在娘身子也好了，你安心走呗。葡萄，我叫你来是想问问你。你问。你还记得那会儿咱们一块玩水吗？记得啊。哥带你走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。这家没了你，没了我，爹和娘谁来伺候来？你总是对别人那么关心，对自己那么好。哎，这咋叫狠呢？我高兴这样，就像你高兴要走，你走呗。要老想着要狠心舍下些啥，那就走不成嘞。
不早了，就要请了。